各位師傅、師兄、居士，早上好！歡迎嚟到小靈山靈顯法院籌佛恩法會。今日我哋既開心又興奮，有一個好嘅消息同大家宣佈嘅，就係小靈山法輪法師正式成為第四任主持，全權接管小靈山靈顯法院，帶領大眾弘法利生。相信大家都係第一次嚟到小靈山，咁就借呢個機緣啦，同大家介紹下小靈山嘅歷史啦。咁小靈山呢係建於52年，至今已經有73年嘅歷史㗎啦。咁點解會有小靈山呢？咁其實有一個高僧大德茅峰老法師經過呢個地方，見到呢個地方係一個好有靈氣，同埋係好適合修行弘法利生嘅地方，於是佢買落嚟，送俾佢嘅徒弟了海法師修行同埋建道場。咁小靈山開頭係由一片荒蕪嘅地方，經過了海法師開山祖好艱辛嘅歲月，一磚一瓦辛苦地興建呢一個莊嚴嘅淨土佛場。咁當時非常多嘅信眾喺呢度打佛七啦、念佛啦，同埋亦都好多嘅高僧大德降臨道場，繼有聖一老和尚喺度講經說法。60週年，覺光大和尚亦都光臨靈顯法院主法。後來了海法師94歲圓寂往生，就交俾佢嘅師弟了量法師。了量法師亦都係延續了海法師嘅精神，將小靈山發光發亮。到佢90歲圓寂啦，咁接住就係得到六祖子嘅大願法師慈悲接管。大願法師近年因為身體欠佳，所以需靜養。得到現任嘅各董事嘅同意之下，同埋師徒師兄嘅引薦，喺因緣和合之下呢，法輪法師慈悲肯接管小靈山，就成為第四任嘅主持。往後佢亦都肩負起弘法利生所有全面小靈山嘅一切事項。要值得一提嘅就係我哋嘅大護法陳太，佢由開山祖了海法師一直護持到而家。陳太亦都係盡心盡力去護持靈顯法院，但係陳太而家年紀都大啦，咁佢就交由佢嘅兒子陳耀宗先生代為繼續打理護持嚇。陳先生亦都係為小靈山付出好多嘅心血同埋努力，
咁而家我哋請陳先生出嚟同我哋講幾句説話。多謝。法輪法師，諸位法師，咁多位護法居士，早晨吉祥。吉祥。陳小姐剛才都好清楚講過小靈山嘅歷史背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我哋門口個牌樓有4句偈？呢4句偈咧係我哋茅風老法師當年贈予給小靈山嘅。靈山聖境於斯然，顯大神通法苑開，向上菩提超久啲，回頭彼岸登初地。大家有時間不妨去望一望，咁感受下當中嘅意思。好啦，咁首先咧，我同我媽咪陳太衷心多謝法輪法師，願發呢個大慈悲心，擔上小靈山嘅住持同埋永久董事。咁喺最近嘅日子裏邊啦，我哋睇到法輪法師為小靈山做嘅一切，感受到呢一種大無畏嘅精神，亦都俾到我哋一個好大嘅正能量。咁甚至乎連洗手間都可以親力親為、落手落腳去打掃，呢個係十分之難得。多謝法輪法師。法輪法師嘅一舉一動，令我諗起當年有位大和尚曾經講過，喺我哋現實生活裏邊啦，有一種修行叫做4感，係邊4感咧？感動、感恩、感謝同埋感化。咁呢個助人助己嘅修行嘅行為啦，完全喺法輪法師上面見到，亦都俾我哋感受到。多謝法輪法師。咁另外我亦曾經記得開山祖講過，我哋要好好扶持小靈山呢個佛教道場。開山祖亦都講過，將來會有一位南眾法師、大法師會擔當作為小靈山嘅擔當。我哋今日當日開山祖咁嘅説話，今日見到、實現到、呈現到，多謝法輪法師。多謝。咁喺度長話短説啦，咁就最後我謹代表小靈山，祝願大家2025年身體健康，事事順境，一場如意。多謝大家，阿彌陀佛。多謝陳生。有。多謝陳生。咁陳太咧都有幾句説話想講下嘅。咁陳太喺呢度講好多謝法師接管小靈山，希望佢小靈山啲居士護法個個都發心。多謝法師。多謝陳太。而家我哋嘅交接儀式正式開始，請陳耀宗先生將小靈山交接俾法輪法師。陳太都出嚟影張相啦。陳太出嚟影張相。好，係多謝法輪法師，係請法輪法師留步為大家開示。阿彌陀佛，大家早晨，我哋早晨。
各位法师早上好，还有陈台、陈山，还有各位大家早上吉祥。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只知道我们护持三宝是我们出家人所应当有这个使命走到哪里觉得哪里寺庙需要我都会用心去做。不过这个小灵山这个灵泉法院这个道场非常的殊胜。我是希望大家能平时能多多来护持三宝护持感恩大家了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一起普佛阿弥陀佛。多謝法師，多謝法師慈悲帶領我哋共修練佛，喺呢個殊勝莊嚴嘅道場洗調我哋嘅心心。祝願法師、各位師兄、各位居士菩提上進，身體健康，如意吉祥。我哋法會正式開始。